来看到这位是国民党的中央常任委员何应罗，伊最近伫咧网络咧，连伊讲啊，伊上欣赏的是共产党的毛泽东，连伊阁讲啊，伊看袂起马英九，所以讲话这内容啊，明显啊是挖对中国去啊。国民党中央马上做处理，带伊抬头挺直哦。希望早日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，早日统一。 这就是我的宗旨，我的责任。穿花条衫顶冠阁印中共创党主席毛泽东的头像，加做中国籍配偶国民党中常委何应罗伫咧 TikTok 讲统一的言论，伫咧社群引发讨论了后，伊就随个破文抬掉，想要到昨日伊个破新影片。不希望统一，这些胆小鬼只敢到后面讲，有本事来到大街上去到中国去抗议，只敢到这个小小的台湾屁股大一个地方呢唱瞎叫嚣，这些人。 迟早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不满洪检举是强谍，何应罗讲家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查某囝，国家攻击上尊前党主席马英九，对这国民党就赶紧提出党纪，用何应罗翕的影片内容，明显是咧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奉上祖国情怀、早日统一等言论，已经违反党纪的处分规定第15条，将甲何应罗停止党籍处分。那肯定是不服啊！平白无故的，我民进党也打我，国民党也来马上在第一时间来整我，是不是？听我的旨，他没有权利听我的旨啊。何应罗大声发冤枉，不过对这文团会主委吴宗宪表示，党有党的规定。那个是他个人的行为嘛？那如果他的发言有影响到党部的话，那党中央的话，那当然会有一定的作业机制嘛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国民党一贯的立场。吴宗宪指出，党中央会照规定处理，不过何应罗嘛强调，伫咧处分书送来进前会照常出席中常会。不过，这个连续翕影片放上祖国统一论，引发着讨论，恐惊党纪的处分是走袂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